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伫咩方做事，下个世界手老斯坦人大最久。不过，了下我们要小鸡强喵，我要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去呢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落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姐姐，请问你太平洋公园在哪？是直直再继续往下去。好，谢谢。下去就看得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那边做大排球呢，咱还没有大排球。哎呦，这沙很硬的哦。哦，落水啦，因为落水。会做黄的哦。其实那片规划动好呢，哇，那片长长东江，搞沙黄的自拍。不瞒大家说，那头摆是搞过该滑板嘛。会竹，有很多会族嘛。很多从等于写的东西，1号款。哇，那边看多海哦！哇，该片鱼腿太帅。伊顶头吃到那东奇怪，这个老这个讲法。我都把几样球抓落到法连，拄好迄小红加每家，拄错因你先落去检查一下奥多拜，搁继续行落去。多嘞，转到每家嘞。Hello， 小家农你好。以后没个事情啊。你喺行嘅啦？哎，唔係啦。我要檢查我要查嘅啦。你猜哦，你猜咁辦？我其中久咧，去到了法連啦，接落。想講先檢查一下，我搁繼續行下去。做對啦，啊你地杯坐啊。好，係地杯坐。好，那就麻煩你哦。哦。反正我在你。不用。好啦，來繼續來。俺愛做嘅先落去坐嘛。做對，地杯坐。好，謝謝。小家娘什麼嘅？啊，自細。哦，愛用眼落去嘅哦。還忙啦，哎，等下，哎，來講哦，300公里檢查哦，沒有問題呀，沒有問題，那你幫我簽個名，你就可以離開了。要幾多錢？要多少錢啦？50錢。50錢啦，嘿，強樣嘅都50錢啦，嘿。簽一下，哎呀。啊，你做你哪一買錢？啊，你用把cái錢好買啦，吼，拜託你。好啦，來4塊啦。哦，希望你。多謝哈。有茶哦，有茶哦。真勁咧嗬。喂，這個哦，來這個哦，拜拜。
这根本有动太健呢，摆母用的，让我看一下。你哦，你下迄疫情嘅时节啦，不错，喺遐拐道会戴口罩好咧。哇，诸位啊，那片东墙呢哈？哎，这个地方是很漂亮，而且很殊胜。嘿，哎，这根柱子是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下降纪念碑。哦，我们王母娘娘她在民国38年，就是直接下降在我们花莲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茅草屋，这个茅草屋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议长，就是防空避难的用的。他后来他租给一个卖菜的，他卖菜的，后来他先生过世。他就是观落阴，他想要去了解他先生过世以后是不是过得好不好。那个法师也许也不是说很厉害的。晚上开始到第二天的凌晨，奇怪这个人怎么没有醒来，你知道吗？旁边有一个有人在观礼嘛，其中有一个外省人，他突然就起机，就是有人附身一样，就是讲话说：“我乃天上王母娘娘。”我与师公妹已有从这里经过。我认为这里福地有缘。那个字是母吗？对，王母娘娘那个是母字哦，那个是先天母。这个是台湾道教是会这样子用，先天母就是它是一个钟2点。对，那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哎，手机看一下好吗？看到这片按总眼嘅，还有按法嘅庙城啊，还有那个建筑体，你还法脸吹胎嘅样样，知道这片嘅年一天懂神行神医对了拜母娘，因为母娘信仰那种东西是一个无形的，但是要讲唔会清楚的，但是一个年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看到那种年松松下下，硬要动感通啦。然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要吃。你要马街，你爱行嘅啦？雞馬仔一條價。你要迄條價，你迄條價？你迄條價的安娘，條價假娘就錯嘅，條價假娘。歡迎來司馬街哈。大家你好看，咁樣我看，香港你要師兄寫咧。來看下。司馬，中立司馬街，香椿9層塔蛋抓餅。一道炸。一集啦，外街去廟方街片啦，春沙來你行啊，因為外地了廟府群一天有動好食嘅東西，外地要錯。香草。喺上海人家抓餅好了。眼睛搞亂，眼睛搞對，眼睛搞對。好嘛？真冇嘢，真冇嘢。帶下，好。是的，这家是咯。唔記得收嘅藝出有冇有特別來賓啊？有沒有特別來賓？蒙娜麗莎。來收台好咧。東強咧，東好食。好吃，真挺好吃。祝贺杜世尧。你看什么？那不会啊，那不会就是乡村课余小教室，
永存，莫问爱用要离，吼，你要讲莫问爱，莫问爱，永存迄是宅跟饮食的啦，是宅跟饮啊，无是虫嘛，古早你用料都用料。好喝！看我吃招远会肚子饿吗？那是有懂饱。爱去消防，去法典师乱乱行，乱乱摸。现在看到马街就去来啊，酸晕是不会查啦，到到冬天那是有懂饱。爱喊许多法典有名嘅沈安宫，睇下看，哒哒。有眼眼张拿来多，最重要的俺个小红有去见见的，人讲的天出人出啦，啊，这样子我整路上应该都是平平安安。大家注意，一定会提倡大家哦，出门在外一定会注意平安，欢喜出门平安赚无卡，大家赚到无卡无，俺去赚回来啦。好，拜拜，下礼拜见。